你覺得金高恩嘅面型係有冇整過型嘅？其實無論佢有冇整過型都好啦，有一樣嘢我係非常之欣賞嘅。喺傳統嘅審美學裏邊，好多人係追求一個好尖面嘅 V 面嘅一個效果，但金高恩呢個線條面型係唔誇張嘅，好似有啲愛心型啊，好柔和啊，有線條感嘅，唔刻意咯。但係呢個就帶出一個問題啦，面型係咪一定要開刀先至可以改善呢？好多人忽略咗一個問題，其實我哋嘅面型好大程度係受住肌肉張力嘅影響嘅，我哋嘅下顎肌啦、臉部嘅肌群嘅鬆弛，或者係單方面水腫啫，雙下巴就已經馬上出晒嚟啊！其實 EMS 根本就唔係一啲咩新科技嚟嘅，但係而家面部嘅美容儀好多都需要呢一個功能，因為面部肌肉收縮可以改善輪廓嘅提升，做到即時嘅效果。其實市場上有好多嘅 EMS， 你試過之後就知道係吉吉地、痛痛地，完全冇抽搐嘅感覺。但係真正有效果嘅 EMS， 關鍵係佢嘅波形同頻率要做到同肌肉同頻啊。PG 嘅光拉提嘅微電流係可以模擬生理性嘅肌肉運動，用肉眼可以睇到我哋嘅肌肉係往上運動、往上提拉，再加上佢嘅滾輪結構啦，可以夾住啲肉往上推動。物理性嘅提拉，再加上 EMS 收縮嘅效果，雙重作用，可以即時去到水腫，改善雙下巴輪廓更貼面。嗱，我哋 PG 研究美容產品已經係30幾年㗎啦，堅持用有科學根據嘅技術嚟研究產品。如果你對光拉提有興趣嘅話，歡迎 click 以下嘅 link 去了解多啲，或者 follow 我哋，話俾我哋知你想分析嘅皮膚問題啊！